愛萬民，作者青蘋果。愛萬民靈修分享。憐憫貧窮的，就是借給耶和華，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。這是聖經中所羅門王嘅教誨，亦都係上帝嘅話語。比爾蓋茨正係如此慷慨地運用人工智能嚟改善貧困國家嘅狀況。佢關愛全球嘅公民，尤其是嗰啲弱勢社群。如果設立全球總統嘅話，佢理應成為擔任呢個職務嘅最佳人選。佢效法耶穌基督對全球公民嘅無條件之愛。如果你能夠承認自己係罪人，真心悔改，並且相信耶穌基督同埋佢嘅復活，你必將擁有更美好嘅未來。研讀聖經，尋求你呢個美好嘅來世，因為耶穌基督應許佢嘅追隨者將獲得永生。喺基督教裏邊，在基督裏嘅永生，指嘅係一種與神同在嘅生命嘅品質。呢一種生命既可以在今生體驗到，亦都可以死後通過復活嘅身體延續。其起始於信靠耶穌嗰一刻，呢種係與真神建立關係嘅生命，其特徵係充滿喜樂、平安同埋滿足，而唔單單係無盡嘅時間或者漂浮喺雲端嘅存在。呢種生命係藉住信靠主耶穌基督而獲得嘅救恩。耶穌就係復活嘅生命，並咗耶穌再來之後喺新天新地中能夠達到最巔峰嘅境界。最親愛嘅天神阿爸父，感謝你，你嘅慈愛令到世界呢個世人得到永生嘅希望。你嘅體貼令到我哋有罪嘅人能夠有機會悔改，嚟到主耶穌嘅面前得到佢嘅救恩，與你和好，成為你嘅兒女，將來喺天家與你共聚。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流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感動嘅話咧，就可以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哋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咯，咁你咪撳 share 咯。如果你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，咁就可以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